生，请问唔系杨顺出上街？我是农业搬运车跌落来，看到腳。唉，真紧系，有时升降，有时热降，像是拄到3日風2日雨，愛生意正好，唔就帶健保卡冇，愛生同園掛好。你係我老公嘅健保卡，麻煩先生來，愛生同園量一下血壓，請將手騎高一瞬，愛個再同園量2溫。入市36度半，正常。我看一下牙界上橋，唔列下會切毛，也係會切。牙腳臂是得天通毛，腳掌是得略略向下天通一下毛。哦，冇辦法，了解。先生，請問乜個名？張俊芬。好。列下馬上請急診醫生同看診。羅拉。